冷池哦，就是个肉吼啊，水底啊吼，应该讲规片佫较准啦吼，咱一片啊一片迄个薄片，安尼甲你撩起来吼。这撩吼，咱常常听到，但是呢，迄个咱有当时啊要形容要写煞袂晓写，拄借这个机会吼，借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小解撩这字吼。咱即马就是用一个有无吼，迄个罗吼，就是罗黄的罗诶边啊，迄个有啊，佫一个刀啦吼。所以来，咱先来认捌这字吼，咱先来认捌这字，是因为哦，有一个罗吼，啊甲撩的意吼，有啊吼，这个是瓦，过来又挂字刀吼，代表是一款用刀吼咧做的动作吼，用刀咧做的动作吼，所以像这个吼，这个都有通啦吼，所以咱即马这个撩吼，暂时用这字，但是咱即马要甲大家讲较油的吼，煮汤。还是讲煮肉汤、控大骨汤的时阵吼，有当时啊，迄个啥，迄汤吼，规锅的汤吼，迄顶悬吼，是烟油吼，安尼吼，烟油足够的吼，安尼免怎讲，摆伫顶悬咯，吊伫顶悬咯。啊，即当时呐，有当时咱来嫌伊伤油着，咱是毋是会摕一支汤匙啊？吼，迄汤匙啊，阮咧讲挑拣啊，我等下甲大家报告讲，到底是挑拣啊，是头拣啊？吼，迄个吼，咱感觉迄个啥，迄个。规鼎汤伤油啊，顶悬哦，那烟油吼，咱就用迄个吼汤匙啊吼，汤匙啊，阮咧讲挑拣啊，甲迄烟油吼，甲撩起来，迄个音嘛是读做撩啦吼。啊，我直接讲吼，其实迄字撩甲撩吧，这字撩应该是共一字哦，你先注意听吼，应该是共一字，因为动作拢共款咯。但是尾啊吼，咱来到底个。甲用汤匙啊撩的吼，伊要甲分落开啦，所以呢，伊用刀伫撩肉的撩，就是咱即马看会到的吼，一个罗有无吼，搁一个刀字旁吼，即是撩。啊，若是咱迄个油汤吼，去盐油重吼，要甲撩起来吼，伊为着要甲区别出来，伊即马搁去少用另外一字。吼，原本应该是共一字都会使，但是可能是要甲区别啦吼。所以来请教大家，我拄则讲半部的撩汤的撩要安怎写？哦，这个你看像我遐讲，过甲讲得清楚吼。哦，所以听好，动作足紧的。所以你遐看伊这是毋是嘛写一个吼替代字有无？替代体吼，这是共款读做撩有无吼？你看伊解说吼，伊讲做吼，迄啥？舀取汤汁上面的表层啦，吼，咱拄我讲一烟油要甲撩起来吼，像咱台语就讲撩油吼，吼啊，所以我伫遮吼嘛已经有甲大家吼讲说明清楚吼，因为伊是要甲用刀的啊，甲这个吼，咱这个啥要勾这个汤呢，勾这烟油的吼，迄个甲分开吼，因若无其实咧动作是共款啦，那。就是讲，咱教典既然甲用无共的两字，我就莫个啰嗦啦，即摆恁个甲分开就对啦，吼，安尼好来。